美国国务院周一宣布，基于《台湾关系法》，已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1亿美元、为期5年的爱国者系统工计划，帮助维持和改进爱国者导弹系统，以加强台湾的防空体系和监测能力。这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第2次核准对台湾的军售。台湾国防部发布新闻稿，向美国政府表示感谢。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罕见的警告说，如果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怂恿下继续走正式独立的路，美中这2个大国将会卷入一场军事冲突。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总统杜达一起在柏林举行会晤，重点探讨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局势。舒尔茨表示，维护欧洲和平是3方共同的目标。英国政府星期一对中国与阿根廷前一天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涉及福克兰群岛主权的表述表达强烈不满，并给予拒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会晤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阿根廷总统阿尔维托·费尔南德斯。双方在会晤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两国重申将在涉及彼此主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相互坚定支持。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一在推特上表示，英国完全拒绝任何有关福克兰群岛主权的问题。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乔马尔特托卡耶夫出席了上个月成立的阿里汗·伊斯梅洛夫为首的新政府的第1次扩大会议。托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说，1月份的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哈萨克斯坦的局势。日本众议院周二通过了一项关于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的决议，谴责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并敦促首相岸田文雄的政府尽其所能帮助实现和平。决议表示，我们强烈呼吁政府体现我们的意图，与国际社会合作，利用一切外交资源，为缓解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和迅速实现和平尽最大努力。德国高速公路以不限速闻名，但一名捷克富商涉嫌驾驶超级跑车在一段路上肆意狂飙，时速高达417公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施滕达尔的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他们正就这可能涉及非法飙车的事件展开调查。在上周五的东欧开幕仪式上，中国启用一名维族女运动员当火炬手。周一，白宫发言人真普萨基表示，中共使用维吾尔运动员传递奥运火炬，不能分散对中共在中国一些地方实施侵犯人权、种族灭绝行为的聚焦。